嗯嗯，看到啊。哎好，嗯，好，你若我都准备好就开始读。好，就开始哈，就上尾一段好。嗯哼，在咱东洋、日本、中国、菲律嗯，宾这是，三国自是5年前有我读过哦。等一下，我怎么看嘅？歹势咧，所以讲我拄嗯，则讲唔对啊。咱顶摆应该是读到127页，所以讲我这边127笔记页。嗯嘿，应该是27页，嘿，嗯哼，720。好，就头前迄段已经读过啊，就嗯哼，第二段开始吼。好，好西洋人比咱较勇有百倍，比咱较敖有千倍，实在毋是偶然的代志。我阮阮阮咱对运动着搁一番的用心。嗯，所以讲，即个所在，迄个一番的用心，即个一番是什么意思？一个一番的用心。一番的用心，一番就是嗯，番，大概知影伊的意思，毋过是，敢若是头一摆看到即个用法，一番用心。好，嘛是诶，一番用这你要心。查，可能无得查，我看嘛。因为讲我对即个理解就是一番两番，就是一摆两摆，敢是即个意啊，思？一番，会使对，但是这只一就番用，算你用华语嘛，会使安尼讲啊。是，好，安尼差不多了解。但是这电脑查无，我嘿，写了毋对，第8声。我伫找台语是找无，对，好，好，好，那大家继续起来好啊，这我你个读啊，两你段好，好，实在无休困，拢做工，巧巧囡仔都巧巧囡仔都着变戆人，着变戆人，请不时做工的同胞着爱会记得。搁在罗马人有讲健康伫门外，所以我好胆请为着不时简单安静休困，直到破病的艰苦的同胞，请恁信罗马人即句话，时时出去门口外行走走看，健康勇行的脚伫遐等候恁。好，这就好，把你讲来。来。西洋人比咱较勇有百倍，比咱较厚有千倍，实在毋是偶然的代志。原咱对运动着搁一番的用心，实在无休困，拢做工，巧巧囡仔，都着变戆人，
我来念一遍吼。无休困，拢做工，巧巧囡仔就着变戆人。请不时做工的同胞，着爱会记住。搁在罗马人有讲，健康伫门外，所以我好胆请为着不时简单安静休困，直到破病得艰苦的同胞，请恁信罗马人即句话，时时出去门口外，行走走看，健康勇健，的确伫遐等候恁。嗯，嘿好，一个后一个部分，迄个标题毋知要安怎讲，标题就是比标题嘿对，标题嘿飘杯啦吼，啊飘话好飘队，飘题好飘题好比迄什么意思？以系主以系主伊嘿食伊食猪，嗯，毋知咧，嘿嘿啊，都要看内容就知。看来用因为敢若音名实在是无法度理解。好，来等一下我来记一下，嗯，记迄个标题飘题嘿，好，嗯，好，伊像好，伊像食米甲自己即三项是人要保持生命所必要的。伊像食米甲自己是啥物？自己伊像，伊像就是衫嘛，啊，所以就是衣食住，就是衣食住行，有无？咱讲的衣食住行，有无？嘿，所以讲迄个自己的第住三居就是住居，哦，好，起来诶我来记起来。汉语就是迄住居住居，哦，好，居是基就是嘿，居应你对啊，该是讲快点呾，基哈，会使了解意思，基嘿，居甲居啦吼，这两个腔口无腔口差啦吼。哦，好，居还是居啦吼，啊，阮是讲你的腔居，口是阮的腔哦口是居 KIR，哦，好，所以这个嗯，北部腔应该是居啦吼，啊，漳州腔才是居啦。好，了解。哦，了解，若是用自古去找伫第二遍就有收即个字，哦，嘿，即个词嘿，自基，自古，嗯，好，你好啊，嘿，嗯。食米甲自己这三项是人要保持生命所必要的。总是人为着这三项颠倒损失生命的，也是有了解。颠倒损失生命的嘛也是有，若是有，若定照实在看，咱的人为着对这三项以实足了解安排了有拄好彻底所应该享受的惠受是真济，彻底了解彻底所应该享受的惠受是真济。好，这个差不多了。什么叫彻底呢？
花季的切断，敢是这个意思？哦，无，应该是切。那安尼嘛，毋是切底，是迄个切，因为切字无迄个切的音。哦，好，我们切。哦，第四声切底，切，无即个词，但你大书店无收。无迄个词，我看卖那是一字咧。其中一个切，这个音，其中一个是有迄个底的意思，缩短。切底缩短，这是伫个台华山顶对角店。切底。若是第二点找切高字字的，就是有迄个汉字迄个意思，缩短的意思。切较底，在做歹切会收。切较底，才入会落，才入会落最歹切。最歹切会收。最歹切会收。最歹代志的第一名意思。切汉字是用这个切。切。其他切较倒的，叫公亲来切互伊滴。切。因为有这个敲正的意思。所以咱讲代志讲敲切。敲切就是这个切。应该是嘿。马细，切马细，等下吼。你讲是个准备的架势。无，毋是，我无去切。切。切。吹切。吹切，敲切。无敲切。迄时我了啊走出去啊，我去甲伊，我甲伊抱回房间来。我想要甲pause，结果是 stop， 不要紧。share screen。我找无迄个敲切。敲切，我看卖。是我发音唔对，还是安怎我唔知。敲切，毋过拄则伫顶敢若有看到吼。敲切。毋是，是。就是迄个敲切是收伫迄个第二点的解说内底，毋过就是无收伫迄个词内底。第二点的解说内底有。拄则你看到的迄个解说有无？伊收伫迄个吹切迄个词调。就讲敢若即个词无斗阵的，这敲切了。但是我看嘛。对。若是伫迄个找台语找敲切即个词，就收伫1976年迄个
merino 大英书店，啊哈，嘿，嗯，哦，这个迄解水是迄个因家己加的啦，你有加是，的无啊？系啊，就无水迄个家己迄个书，对，敲切，OK，所以我们对然后敲切的这里切，哈，嘿，就是想看迄个准备的意思。是，好，咱转来到这，嗯，切底嘿，是，好，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 ，OK，B 伊识字，衣裳、食物、甲自己，这三项是人要保持生命所必要的。总是人为着这三项颠倒损失生命的，也是有。若是有，若定照实在看，咱的人为着对这三项衣食住安排了有拄好，彻底所应该享受的惠受是真济。嗯，好，继续好，嘿，第一，衣裳的内容，第一是要调节，无用啦吼，调就是嘿，路用。调节吼，路用，嘿，衣裳的路用，第一是要调节寒热，是交布啊，了解交布穿会拄好，是非常应该是要紧，要紧，嘿，是非常要紧。侪人讲衫裤穿布较爱甘着风，穿布较爱甘着风，甘着风，感着风啦吼，嘿，甘着风，甘就是畏寒的意思，感着风就是嘿，甘爱去感着。感受，这个感是感受的哦。那是伫感受的代理感店，嘿，伫代理店找感过一字，伊的例句有收感着风是感冒的意思，嘿，哦，安尼，意思好。去感着，我定定听阮母安尼讲吼，去感着吼，听声变调吼，感本调加感调，感着风。嘿，那是找高一字感，高一字就找伫句内底有感着风感冒，对啊，感着风。嘿啊，你迄个解说嘛是较济学迄句，感当然是感受啦吼，就是伊解说嘛是感受啦吼，伊嘛有迄个误会着迄个意思。嘿，对，嘿，无啊，嘿，有迄个意思。伊个感语感内底是有去学着吼，嘿是学着。好，继续吼。讲一个人讲衫裤穿布较爱感着风，穿到就较袂，无的确拄是安尼，却毋是讲厚布拢无关系。
总是最有关系是在体质的强弱，不在不在不在衫裤的分量分，这个分量敢是分量的意思？应该是，我感觉伊的声调可能飘了无介拄好。是第七声，好，量。好，无会的确是第一声无毋对，分量，系啊，第二点有收分量这个词。分量分量。哦，第一声它变调做第七声嘛，吼。毋着加迄个，而且伊汉字甲部分迄个分是无共的汉字。哦。分量，嘿。分量伊无解说。啊。好。继续吼。好，分量好，人的感觉会训练的，会训练的，会惯势，常常请教的人，到尾煞惯势，皮肤对安尼就变成白堪得冷。小可寒就着清真高。哦，我感觉最后这句这个是咧是咧讲台湾人，就是对啊，就差不多伫美国差不多七十，甚至是八十外度，伊拢穿足够的，拢穿长袖啊、长裤啊、外套，拢穿足济，系啊。阮即嘛，阮遮食若60、70度，迄个白人囡仔吼，都拢穿短的吼。系啊，伊就感真的是春天啊。系啊，就是我逐工早起我载阮查某囝去学校嘛吼，伊若迄工若落到60度吼，哇，我就看一寡少年的都拢穿短的。是啊，系啊，就是大家拢惯势安尼啊。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来，衣裳的路用，第一是要调节寒热，交保穿的拄好是非常要紧。侪人讲衫裤穿薄，较爱感着风，穿到就较袂。无的确拄是安尼，却毋是讲交保拢无关系，总是最有关系是在体质的强弱，不在衫裤的分量。人的感觉会训练得，即安尼读啊吼，人的感觉会训练得，好，会训练得。哦，我的读法是甲迄个训练吼读本调，毋是读，就是练读本调，伊训练。后壁是轻声安尼，训练的。嘿，我敢若惯势是安尼讲，嘿，训练的。无你若敢若读做训练的，怪怪吼，变成一个。伊安尼写嘛是一个词，但是无法度理解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吼。会惯势哦，人的感觉会训练得会惯势，常常请教的人到尾煞惯势，皮肤对安尼就变成袂堪得冷，小可寒就着穿真厚。继续吼，毋过若是对起头就注意穿较
补，这个注意敢是调工的意思，嘿嘿嘿，就注意嘿。我唔捌安尼严格，但是应该安尼用。来，查嘿啊，查来，嘿，来确定一下，注敢若毋是调工的意思，啊，毋过就是决定啊，嘿啊，决定，好，嘿啊，用决定较会通，嘿。是嘿，伊第二点，照迄个意见考虑，感觉伊是做一个名词，啊，毋过是迄个撮背会即句话是用作嘿，对，好，继续吼。若是对起头就注意穿较薄，到尾惯势虽然是真寒，也是毋免穿伤厚。我的亲人亲我的亲人朋友的中间，做医生的人不止两三人，我常常去因的所在看见真济大人抱伊的囡仔要互先生看，现是六月六月天，六月天真热，也甲伊的囡仔穿几若领三角塔袖是塔袖，啊，叠外套，敢是这个意思？袖敢对，是佮加外套，穿外套好，塔袖哦，哪个用塔字吼？塔嘿啊，用塔这个动词用甲真好，塔袖好，头壳甲伊滴无暗，喂，无暗，咁就是无爱意思，应该是，了解意思，我来找看觅，无。即个系啊，我嘛是台湾人，真正是安尼，就是看着咱穿较济啊，就感觉真可怜，上大你用是啊，特别是囡仔行去晒着风吼，拢会甲穿起较厚。系啊，哦，无暗即个词我找无啊，迄个暗是无暗暗就是 cover，哦，好，哦，了解，无暗，嗯，好，敢若是无，无嘿，但是会当理解啦，因为暗即介意个意思就是 cover，所以是应该是分对啦。好，继续。无暗好，先生要甲伊警察，警察啊，警察是啥物？吼，警就是诊断啊，诊断哦，是哦，侦查警察，原来是安尼，好，我记起来吼，警察哦，若是讲是为日语来的，警察。医生先生要甲伊警察一个甲伊烫衫看，烫衫看，可能迄个囡仔互毋捌情理，毋是情理，毋捌情理的大人，甲伊翕到一身躯，一身躯全寒，就可能臭寒酸的现，为什么讲哦现？臭寒酸的现，差不多要激
多人。嗯等下，迄个现是啥物？现甲是味的意思。对，花生的现。嘿，哦，原来现现会使用着，当然伫遮我今日臭味的意思吼。臭味对。是。讲，比如讲油肉有一个现，咱来就来安尼讲，油肉有一个现。哦，原来是安尼好，迄个我学。啊是猪肉有一个现吼，是啊嘛有人会安尼讲，猪肉现吼。是。臭瓜生的现差不多。家己顶有收吼，高级的现，动物顶的臭味吼。羊仔现吼，羊公现吼，人嘛是有现啊，人现。日现我都毋知影日现是啥物件吼。现，日现是啥物件？咱来查即个原册吼。现吼，尾水鸭尻川。鸭尻川的软毛叫做现。哇，真趣味。这我都毋知吼。现。现伫倒位啊？现。我遮吼。嘿。伫迄个原册有迄个无看过迄个汉字，字记有汉字。日现是啥物？希那达是啥物？希那达库塞，查看觅哦。对啊。希那达库塞。那达，为什么无？那达库塞哦。毋过是敢若是真好诶，伊讲是晾晒过的气味。哦 ，OK， 应该是真 having the 好诶。 smell of having been dried in the sun。嘿，是。哦，希那达库塞叫做日现。日现。为什么讲现咧？即个应该是敢若现是臭味，毋过日现。日现应该是袂歹诶。应该是安尼讲哦，现我感觉袂使直接讲是臭味。我较早我诶语感内底就是一种味叫做现。哦，好，一种味。无一定讲叫做臭味，因为你有人认为讲这毋是臭味啊，吼，羊仔现吼，羊肉现吼，有人认为讲这袂介臭吼，就是一个现，还是讲人现吼，尤其是人讲老人现啦吼，迄个油臭味啦吼，啊，佫是吼，我讲猪肉现吼。当然对无介意这种味的人来讲是臭味，无毋对啦吼。但是是有介意猪肉的人，就介意个味好。都会当接受的人，都毋是臭味啊，就是敢若一个味尔啦。啊，了解。所以对我的语感，我若听来讲现，我是知影这是有一个味，但是是啥味？应该是讲互人无爽快的味啦。哦，好，了解。啊，但是日现佫无一定是无爽快，但是有一个味无毋对啦。是。我其实我就爱迄个味吼，就是迄个，尤其是迄个，阮较早阮母诶拢会甲皮单吼，用枪去用暗去枪过，啊再去摕去晒日，啊味拢就我感觉我。再者，讲一摆是啥物皮单？皮单就是皮单哦。被单嘛吼，皮单。摕去用暗就是稀饭的迄种浆，叫做啥？暗。稀饭你知道白啦，白。哦，了解。哦，类似迄个，那个叫什么？米水。对，迄个 liquid 是，就敢若迄个暗，就是无味的，就敢若迄个水的部分安尼啦吼。当然毋是水啊，足可的吼，迄个暗。是。去浆，你知影吼？浆嘛。是。啊，去蒸过再去
晒日安尼，都迄被单就会点点有一个味安尼啦。呵呵，日现哦，我是看到这个日现，我是从来毋捌安尼讲过，毋捌听人安尼讲过，啊，但是这是一个对啊，这是一个味无毋对啦。很了解，很好好好，就迄个转来迄个册就是草寒霜的很，差不多要几多人嘿。我看卖几度，我找迄个几度，几度人几，你讲迄个几度？结应该是结吼，我记得是结。等下我现到127。所以讲极度的意思是极度。OK，草寒霜的现，差不多要极多人极，极就是极大迄个极，还是迄个刺激？刺激。哦，所以讲极度的是指导意思。我毋知是指导咧，还是刺激迄个极。刺激哦。我当然伊这是，我毋知对一字啦吼，就是拢会使啊，就是。是因为伫迄个极，迄个汉字嘛是即个音。极，好，极多人好。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毋过若是对起头就足以穿较薄，到尾惯势，虽然是真寒，也是毋免穿伤厚。我的亲人朋友的中间，做医生的人不止2、3人。我常常去因的所在看见真济大人抱因的囡仔，要互先生看。现是6月天，真热，也家己的囡仔穿几若领衫，搁踢球。头壳家己滴无暗，先生要家己真擦，一个家己烫衫看，一个家己烫衫看。可能迄个囡仔，互毋捌情理的大人，家己翕到一身躯全寒，臭寒霜的现，差不多要激倒人。继续好，人有冷静的喘气，好，喘气一种是对鼻孔甲喙，搁一种是对门管孔啊，了解门管孔好，亲像食热的时，家己若包到迄款，这结果是将遐个门管孔拢家己塞目，毋互伊喘气，囡仔毋免感着风，已经着爱看病，才有合情理。小等下吼。好。几个词可能要查一下吼。好。亲像食热的时吼。食热是啥物？食热，查一下食热。会使了解就是热，应该是热。啊，毋过为虾米用食即个？对，我嘛是第一道看的吼，毋知查对未？无。
这应该是遮热的时，就是因为哦是6月，所以讲是遮尔热，是遮尔热的意思。亲像遮热的时，遮热所以讲我拄则声调弹不去啊，应该是遮热，对，亲像遮热的时，好，甲囡仔包到迄款，嘿，这结局是将遐个门根空嗯，拢甲伊杀捌，杀18，捌， 18，嗯，18，是捌你读做 BAK 去啊，哦，好，杀捌，杀捌，杀因为迄文母拢声母拢相款嘛，杀捌，捌，你头前对，后壁毋对啦，哦，好，杀捌，捌，毋是捌，捌杀，你头前对，所以你就照杀去发音就会使。嘿啊，我感觉是啊，杀捌，杀捌就对，嘿，杀捌，迄个门杀捌 ，OK，嗯，杀捌 ，OK，所以这个词无什么特别的，吼，就是杀捌吼，是，杀捌，拢甲伊杀捌，好，毋互伊喘气，囡仔毋免感着风，已经着爱破病，才有合情理。好，来继续。好，以上的路用，所以这个伊拄头前头前两录音，段是伊路用，即马讲会使路用，嘿嗯啊，拢会使好。好，以上的路用，免讲一步，一步是要保持对人的礼数，也一步是，所以讲这个一步，敢是一部分的意思，部分步。毋是，应该是我认为毋是一步迄个步数，的，一个应该是，step，one step，对对对，我感觉好好应该是，好，一步是要保持对人的礼数，也一步是要好看、装水，了解。总是最大的路用是要帮咱皮肤调节天气的寒热，了解。请着个不是请着个会记得哦，请这个敢若变调，敢若也是读分调，请是请着应该个是，着个我会读变调啦，我会读变调。好，就是听恁大家安尼好，请着个会记得一我会变调，项，请着个会记得一项，请着个会记得一项啊，安尼读起来较顺好，记得一项好，气候气候冷的时，自然就爱穿较厚，总是若对平时注意会通穿愈薄是愈好，互身躯会愈用。这句我认同。好，囡仔热天在困的时，简单甲伊包巴肚，这个骹手好，简单啦吼，简单，简单好，嘿嘿，简单甲伊包巴肚，骹手轻砍，互伊凉是不要紧。好，这个来，干嘛来读一遍？人有两种的喘气，一种是对鼻孔甲喙，佮一种是对门根孔。亲像遮热的时，甲囡仔包到迄款，这结局
是将遐个门卷空拢该杀捌，毋互伊传开。囡仔毋免感着风，已经着爱破病，才有合情理。以上的路用，免讲一步是要保持对人的礼数，也一步是要好看装水，总是最大的路用是要帮助皮肤调节天气的寒热。请着搁会记伫一项，气候冷的时，自然着爱穿较厚，总是对平时注意会通穿愈保湿愈好，互身躯会濡养。囡仔热天得困的时，简单甲伊包腹肚，骹手轻砍，互伊凉是无要紧。是，好，继续后一段吼。好，咱继续。通讲也是一种的衫仔裤。咱的兄弟较疼赤赤的人真正侪。了解。一项是真通，一项我看起来是一项，看起来是第八声。对对，感觉伊伫迄个上下文读一项较顺，意思较符合吼。好，是真通见笑，真通欢乐。安尼毋若是野种歹看，野种是啥物意思？野种野种咱看找会到的吼。当然汉字我是感觉我拢知影意思，想会到是对一个汉字啊，但是毋知会使安尼讲吼。是有野种，就是真粗野。哦，你话伊就是修这两个汉字，就是我所想。好。野种形状的种，状况的种，好。好，我来记起来。野种歹看，好，这是以文明人的态度。野种歹看，好，为着安尼骹骨生粒仔艰苦的人是真侪。了解。近来乡村的姊妹溜骹了，这是大大通欢喜。了解。总是耍达甫人褪赤骹，这项真正爱请大家想。但毋知要安怎来解救。原来迄个时代会安怎会安尼哦，就是真侪人褪赤骹，无穿鞋啊，无穿鞋，有穿鞋吼，这是。也是装骹才有诶代志。毋过照伊安尼写，敢若亲像是都市人嘛是诶。我毋知影都市诶袂吼，我伫庄脚是真正是安尼，因为最惨吼。係啊，最惨敢若无穿鞋较方便啦。嘿，都有些，因为你除非你鞋啊足穿护鞋，但是你若伫烂田吼，就算你穿护鞋吼，嘛足无方便，一定爱脱赤脚较方便。啊，无你鞋啊条诶嘛，你嘿是啊。烂伫田内底烂伫迄对个田，都是废气啊。系啊是啊。所以，尤其是一年通天拢你最惨诶人，你叫伊穿鞋，其实是颠倒就无方便。
系啊。所以我毋知吼，迄当阵因为我所在这是1923年吼，台湾的经济伫即当阵应该是诚好啦吼，所以汤只较庄卡所在就免讲啦，无一定是无话是实在是袂管是穿话还是无方便穿话啦。都市所在我都毋知。呵呵，呢度你今日嚟我只要看者吼，只有一个书叫做《金榴卡料》榴卡吼，我来查一下这榴卡。甲迄个碎卡甲伊留起。我相信是本来是白卡，即嘛无白卡吼，叫做榴卡。係那是找迄个榴果子里就有去。榴卡，伊讲是头白卡的布条，叫做榴卡。就是你若甲迄布条甲摕溜起来，要甲摕开的时阵，就叫做榴卡。OK。榴一字，等我查一下，这榴一字，榴。就是这头开光条布，对不对？油水布流起来，流卡角，白卡搁再流。OK， 就是这个流哩，吼，就是这个。好，后来我来读一遍啊，这。好。通讲也是一种衫裤，咱兄弟骹疼赤赤的人真正多，这项是真通见笑，真通烦恼。安尼若是野状歹看，为着安尼骹骨生粒仔艰苦的人是真多。近来乡村的姊妹留卡了，这是大大通欢喜，总是煞学查甫人烫赤骹，这项真正爱请大家想，但毋知要安怎来解救。1922，这是1923嘛？我记，这本子是19多少年？我袂记。926，敢是？25哦，是。伊当阵伊讲已经伫庄卡哦，都市应该搁早，庄卡已经查某人就开始留卡了哦。系啊。我知影是搁伫都市时代，伫都市差不多伫1910年、1912、13年的时阵就开始啊。我袂记得第一年开始因为办一个运动吼，就是长发吼，放脚吼，就是剪头毛啊、留卡安尼啦。是。好，继续。我已经59分啊，安尼咱可能读到遮吼。第二则以后下礼拜再来读。来继续读，好。是。来看迄个教会的历史。那我先把这停起来。好，我们来开一个